萬彩繽紛晚色，櫥窗的擺設相當精緻，多麼美裝飾。你記從前常帶陳茶愛子於世，凌算高生於小不離行，謙卑些尊貴。耶穌是禮物，他降臨星亮照，天使高聲唱出哈利路亞，沉醉於歡欣裏共度佳節，歡送的禮物總會吸引，仍未會及上這個由神賜予的福氣，豐足人生。願看敞開閉緊鎖的心，接受主愛便倍覺興奮，隨着這份愛拖帶同行，是主應許這一生作導引。聖誕從無傳說，亦沒有分飛雪，誰懂慶祝的主角是誰？可想過已貴，沒法想。